全部背下来了，看着一块石头钥匙，他会一句话他都背说出来，一根草他就说出来，都是很轻松的，都是这样。但他总是给我讲，我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给药配药的根本就没有很多效了。另外有一个他不是懂很多，他是效这个药效是很好的，治疗很多人，没有很多地方去，所以这是有一种心，不是他的知识的事情，而是他的一个爱心里面，你不是真正是你做的给人配药的，不是为了钱，是不是真正有一个爱心？你治疗这个病，还有心很好的这个爱心，那这个力量很大的，无穷无尽的。所以也有这样一个，我看你们都成功的，都是为公众演戏啊，这些都是为了他们嘛，是不是？为了他们，这也是实行布施啊。你们讲这里面都是很多戏里面也有道德，是不是讲道德，讲很多这个文化，讲很多这个因果，做好事有好处。很多电影我看到，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嘛？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布施，把这个故事的佛经里面的故事里面在做嘛，也是因为平常就为他们笑话，是不是？现在社会是很紧张，很多是很严肃。你去美国那些，都是不说话的，就是黑黑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现在能够有多一点笑话，和他们就笑一笑，他们一些病也是出来了，是不是？身体也帮到。所以你们做的都是非常利益众生的，非常佩服。非常谢谢法王的开示。如同法王所说的，爱心的力量呢，可以包容一切。所以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逆境，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或甚至被人陷害，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我们永远用欢喜心去付出。我们先去付出，我们先去布施，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收获，我们可以遇到贵人，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可以离开困境。所以爱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佛经里面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呢，我们的爱的力量不是只是仅限于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你要去爱你的刁难你的长官，你要去爱陷害你的朋友，你要去爱一直不断的来打扰你的仇敌。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爱人类，我们更要把这个爱的力量呢，扩展到爱动物、爱环境、爱世界。我们知道法王呢，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在印度，在舍卫城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展开了他现在最重要的计划，为的就是把这个爱的力量可以向世界去传播出来。所以再过来，是不是我们就恭请法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您舍卫城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去推动，怎么样去进行？恭请法王。大家都知道，舍卫城是印度历史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了。现在呢，那个乌德巴尔地区这个省 UP 尼泊尔边境接连的东部北东部的一个省，最穷苦的一个地方。那个圣地呢，舍卫城，就南传佛教就都很了解他们这个，从释迦牟尼佛时候呢，就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有
夏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安居，下安在那个地方25年之多久，那是一个比起其他8大圣地的话，最殊胜的地方，也是一个最长久住的地方。但是这个呢，大乘佛教都不太了解，所以很少去那个地方。现在那边有泰国、缅甸、韩国，还有其他几个，他们有很多在那个地点。那大乘佛教呢，很少了，藏传佛教也没有。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就买了一个地，在这里成立一个无教派的一个佛殿，它形成也是一个曼达拉一样，它一个4个门了，曼达根据这个曼陀一样的规设计的。那这个形状也是上面是尼泊尔的那个宝塔一样，名称是跟尼泊尔宝塔一模一样了。然后下面的佛殿的周围竹子外面的外观都是有日本式的石陶。那里面呢，喜马拉雅西藏市的都是布达请来，准备呢布达请来做这个雕刻藏式，可以向来喜马拉雅地区，所以这样一个形式来完成。所以那个为了目的就是从今年我们开始了，所以开始去佛教，世界的佛教都在那个地方每年共举5天，那我们讲经，做一些文艺活动。那个组织是名字是社维整佛教文化节，就这样一个名字。Great 英文是 Great Sharavasti Buddhist Cultural Assembly， 这样一个。这样呢，我们今年呢，我们做了从不丹请了100多个，然后西京请了100多个，然后尼泊尔请200多个，以及印度的其他地方，一共我们共聚了1500个人，也是包括我们佛学院和尼泊尔2个寺庙，就这样，然后我们要注册，不能随便，其他都不能进来，限制，它那个地也是限制的了，就没有很多人住的地方嘛。所以每年呢，我们增加500个，明年11月20号就是我们就是2000人了，今年是1500嘛，明年是2000人。然后这是一个第一次无教派的，也是这里面，这是我讲的是一个小乘的经，就是吉祥经那给你们了，那里面是谈到很多要关心你的父母，关心你的妻夫很多谈到这样的东西，对，这是他们在我今年第一次讲，这是他们在那小乘他们是常背的，好像是我们这个应该那个心经一样都可以背的一个东西，这样开始。明年呢，我们准备也是在社维城那个地方讲的，我一些语录呢，出来就开始要讲。然后那个参加的以前直到现在菜场大会什么很多或者都是出家主为主的。我觉得这个很多我们这个不只是西藏的，很多在家的，特别是西藏这边的出家主为主，在家人就在外面了，所以他们没有很好的教他们。所以我这次呢，希望就是开始呢。邀请的都是不谈的，都100多个，只有一个天部，一个仁波切，还有一个老师，出家以外的全部是在家的，西经也是。这些在家的也是年轻的人，比较有知识基础的，所以非常高兴这次能够他们来，70%-50%都是年轻的，都来参加。然后晚上都是我们每天晚上就演出呢很稀有的，今年呢就不丹演一个晚上2个小时不丹，2个小时尼泊尔，2个小时拉达克，
还有2个小时是我们反正4个晚上就我们演了。明年呢，他们准备在不同的地方呢，不是去年邀请的以外的不同的地方，西京、不丹和一些村庄不同的村庄的年轻的人就说然后在那一起去，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传发这个佛法，也要就全球性的一些各种活动是比起其他教会要很少很多，所以呢，我们就5年以后呢，在那些亚洲的国家的一些代表，我们组织起来，然后其他的一个教派，就5年以后呢，我们就在其他的地方也做一些共同的有意义的为环保和平一起合作做一些活动，这是我们一个目的吧。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我今天有听到这个社会城，对不对？这个社会城的计划，真的很感动。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什么叫做社会国、社会城啊？这个是佛陀大概2000多年前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是佛陀在社会城这个地方弘法20年，我就帮同学25年。25年哦，我记不住，我记得20年。25年。对，然后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不晓得对不对了啊，这个是我一个修法修的很好的弟子，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讲给我听的故事。他说这个佛陀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当地就有一个富翁他就想盖一个精舍给佛陀在这个地方弘法，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景色非常好，然后就想把那块地买下来。结果呢，那个地是王子的，那王子觉得你富豪，我比你有钱啊，我干嘛要卖给你？他就刁难他就说，你要买这块地可以，你就把每一个地方都铺满金子，那我这个地就卖给你。结果这个富翁呢，就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卖掉，然后换成现金，就把那个地铺满了。所以王子就同意把地给他。后来有没有收钱，忘了怎样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佛陀就在这个地方弘法25年了25年记住了，弘法了25年。我刚刚听了，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像法王的这样的大爱，他要在这个地方盖，算学校嘛就是佛教就是无教派的佛殿了。朝圣来水以后建完以后，谁朝圣在这个办。不能当护法但是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因为台湾真的有钱人很多，然后最主要善心人士更多。我想一定会在5年之内完成法王这个宏愿。就刚刚我在一个计划稍微讲一下，发的就是现在我建这个佛殿是我们18个月里面一定要完成，就是2017年11月10号以前要完成，那个时候呢要开关，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什么都好了。这个18个月里面把这个完成。18个月以后呢，那天呢，第1天我们开关，那时候呢，我们去请印度的一些官员，第1天，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限制，不能很多人来了。他或者也是
大概1000个人可以住，其他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不能来了。第一天呢，就是我们请印度的一些官员、部长、新兴一些官员开光这样一个。第二天呢，就是我医生里最大的一个庆祝活动，是我们的主持景德松珠庆祝800年的一个，所以这个800年是一生一次嘛，所以我要做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准备了好几年了。所以呢，最大的那一天呢，请所有的歌剧派的，我看其他教会很多也没地方了，我看我请所有的歌剧派来请开光一下，庆祝一下。那第3天呢，我就继续这个主持景德松珠的法会的。那我想做一个破纪录的，那破纪录方面我们讨论很多几年，所以现在初步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把原住民族的全世界的这一个地方最多的提取的一个地方来这样做。这方面呢我们筹划，这是就我们可能10天就继续演出啊，就演出。全世界的我们中心也有100多所，那个地方全部进来，一步一天，轮流怎么做，规划，然后每天都有演出10天，继续下去。这是一个2017年11月就开始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是18个月里面的一个计划。然后往后呢，社会城市现在那个省里面最落后的一个，他们现在现在也是非常而且感激能够做这样一个来，就是发展那个地方嘛，他们也有这样一个希望了。所以我想呢，先把那个地方虽然有印度政府的这个那个地方是那个联合国保护地区嘛，也这主要的那个地点好几个，这些都是300公尺以外都是联合国保护区的。现在外面这些呢，我们就想办法再把这个规划就发展了。我们在那个圣地也有需要一些很多希望呢，这个是一个全世界，因为释迦牟尼佛住过20多年，这是8大圣地里面最殊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是一个全世界佛教中的一个朝圣的重点，能够变成这样一个。这样一来呢，我们周围的所有的这些都要这样发展起来。这个第2步，第3步呢，这个社会城的这个县里面，那我们很多穷人，不管什么教派，基督教也好，回教也好，我们在那些地区呢，办一些学校，民办学校可以需要的，帮忙一些学校，他们也这样讲，这样子办一些学校，这样呢把从这个入手，把它建成一个现在的生态的很好的一个环境弄出来。这样的话，就全那个地区的城市的这个圣地的建设和平衡，这样的话就很殊胜的一个全世界全球佛教徒圣地，这个朝圣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圣地，就很好，利益真正利益很多众生的，这是我的希望。所以我刚刚有讲过嘛，同一个地点吗？是，就是我们佛学上讲的佛陀在那边弘法25年的人，今天刚刚你讲的同一个地点吗？对，今天你刚开始《金刚经》也是在那里讲的。阿弥陀佛，我有佛缘呐。同一个地点啊。而且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企业精神，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其树己孤独园，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方佛陀在那个地点，在那个精舍传讲了许多的教法。所以今天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没错，这个叫其树给孤独园。对，其树己孤独园。然后那个富翁就叫给孤独长老。富翁叫做孤独长者。
给孤独长者。那个给是一个动词。哦，是哦。所以我们没学好。那个地方，我也词句不明，反正那个地方中文不是那个地方有2个地方，孤独那个可能是那个地方有住5年佛法，那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公元20年，对，2个地方加起来一共25年。它整个全名也是很长啊，也是其数给孤独园啊，为什么给或者是动词会摆在中间？没关系，关于这个部分呢，我等一下再跟关姐解释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也是网站了，社会城的特别的网站，你看www.greatuniversity.org Great University，greatuniversity.org 有你可以看这里面的历史都有了。那个 University 他们那个圣地有一个 University 的网站，那里面呢只要下了 S， 光是一个 S 了。那我们那个是里面 SHARA University， 这个有区别。本地的他们政府或者这个无线局的，它里面是 SHARA 是只是一个 S 就是这样了。那我们那个是 SH University。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法王，还有谢谢3位贵宾呢给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佛法学佛不是只有在殿堂、在寺庙里面，我们何时何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将佛法展现出来。所以佛法是要融入在你的生活中，才是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佛法。佛法必须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之中要能够展现出来。我想这个是法王所带给我们的，今天一直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如何能够去怀抱着一个其实刚才法王讲的就是一个四无量心，愿一切众生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一切众生远离痛苦及痛苦因。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总之呢，知道的人呢一定知道。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所谓的如何让佛法成为自己人生的灯塔，如何让佛法成为你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的现场有许多志工都是我们的各个中心的发心的志工来到这边，我们都可以跟我们各个中心的志工呢来做个接洽，然后呢就近的在你家附近可能就有一个中心值得你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去学习的。那同时呢，今天因为时间已到了，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可以开放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也不敢耽误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原定的时间就是到9点钟，我怕等一下这个管理员来这个赶客人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样听，大家觉得够不够有没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想不想再听更多一点？小声点，想不想？很棒！所以呢，我们都想再听更多一点，对不对？你们都讲喽，都答应喽。所以什么时候？1月2号、1月3号，还有。但是呢，不在这里，在哪里呢？1月2号。我想说，你要叫苗可丽上来讲的。那我们的。欢迎苗可丽吗？对，挺厚的。那我们可以吗？可以吗？我们师兄忍耐一下，我们听可丽讲。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陆处长，苗可丽。这个时候应该有音乐，对不对？好，我们的音乐。那一般师兄也在开心宣传这边了。宣传搞不了。2月5号我们上映，来，小姐。这怎么好意思啊？不过今天来这里真的是，法王。今天来到这里真的是收获满满。那如果真的要分享的话，是我觉得说我从小到大，现在45岁。我终于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永远不知道你所经历的所有的困难跟苦难，在将来会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礼物。那我从小其实
哦，这可能要讲2天呢。不要紧啦，我都传起来，看有没有帐篷哦。没有，只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在小时候是一个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很笨的孩子，数学1、2、3空一格，4、5空一格，他画了一列火车，我不晓得他要干嘛，他就是填3嘛，填6，可是那时候的我是不了解的，我只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我第一次月考考了倒数第2名。然后老师说你考了倒数第2名，我以为我听到的第2名，我不懂什么叫做倒数，所以我很开心的回家跟我爸说：“天啊，我倒数第2名哎！”那时候家里好多客人，等客人走就被我爸爸打了一顿。那我也不懂我为什么被打，小时候就是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后来妈妈家里是公务人员，没什么钱，就让我去学了音乐。我也不懂音乐原来回家是要练习的，所以呢，我在班上就是一个。老师说我是一颗老鼠屎，因为我们有交响乐团，永远有一个杂音就是我，因为我回家都没有练习。那我觉得我只要摆动作就好了，所以后来全班都出去表演，就我一个人被留在教室里。那我们教室有一个舞台，那我在教室要干嘛呢？好吧，那我就来表演好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后来到了长大的过程，我就是一直是一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孩子。但我很爱表演，所以后来我去念了音乐，去念了戏剧，然后进了演艺圈，去参加歌唱比赛。我没有得名，可是我竟然被邀请说，那你就来出唱片吧。我说哈，第1名也不是我，第2名也不是我，第3我连第6名都没有，我竟然要去出唱片了，就好开心哦！就什么也没被训练就去了，去了以后出了一张唱片，也就没了。然后没了以后。就跟着各大就电视台到就是整个台湾省，甚至于外岛，就一直去绕军。然后呢，绕军他们有一些要我们唱闽南语，我也不会唱闽南语。他说你会唱闽南语歌，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丢去蔡振南老师那边学了闽南语歌。那练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痛苦，我都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从山下跑到山上，再从山上跑到山下？所有一切辛苦的过程，直到有一天我演了《霹雳火》，我要骂人，也因为那个角色，我开始有人知道我叫做苗可丽。我在想说原来当时我这样跑步的练习，让我有了很好的肺活量，所以当我在骂人的时候，我可以一口气，所以每个人到现在这部戏到现在快10年了，我到街上还有人说你可以骂我吗？我跟他杀价，他说你骂我，我打8折给你。就是你所有的过程。再来，我有一段不是很好的婚姻，然后当然我现在也是祝福他。就是说所有的一些不好的过程，让我开始想要去找答案。为什么我对别人这么好，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结果？只因为这样子，我把自己关起来，开始找答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种子。我们有没有曾经伤害过别人？我们有没有曾经让别人难过？我们有没有曾经，例如说，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讲我坏话？那我有没有曾经去讲过别人坏话？我终于懂了，原来是种子。我曾经种了一颗什么样的种子？我现在可能开始要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很感恩，就是说我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不好的过程，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觉得都在将来。有一天你在演戏的当下，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它其实是一个礼物。所以在我得了金钟奖影后的那一天，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以前在学校是一个老师觉得很笨的孩子，我那天竟然可以站在台上拿着奖说我是最佳女主角。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开始关灯了，糟糕，没有。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真的要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一切，不管好的不好的，我们都要心怀感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天哪，你得了影后都没讲这么长哇，感谢就今天是补奖，因为那一天的感言，对不对？是，对。好，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刚才大家已经答应我了，1月2号、1月3号我们在南湖高中。早上就开始了，1月2号早上10点钟然后呢，
对不起，我讲错了，1月2号是下午的2点钟开始啊，1月2号是下午2点开始，然后1月3号呢是早上10点就开始了啊。OK， 所以呢，就是说，请大家呢要记得那一天呢那2天的活动呢是非常殊胜的、非常难得的一个顶级真正佛母的千众大法会。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石子准备1000份，所有的灯准备1000份，所有的花、所有的宝伞、所有的这个我们说中班都是准备1000份。好，所以呢，在这2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在台湾很难得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是由我们宗教界的领袖法王亲自来做管理跟主持，大家一定要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1月2号下午2点，1月3号早上10点就开始了。好的，那我不知道刚才的灯是不小心关掉了，还是一个明示与暗示呢？总之，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我们法王跟3位特别来宾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座位上呢尊贵的阿里仁波切，还有我们的这个普曼仁波切跟陈连楚仁波切，还有我们的 Temple， 还有各位的这个老师都来到了现场。那我们也再一次的谢谢台湾联合商业总会的张理事长林沼先生在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呢大力的支持，我们谢谢每一个来参加这边活动的每一位，好不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大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让法王早一点休息了，所以请各位大众呢，我们起立。那我们现在呢，先请法王呢，还有我们的来宾呢，我们到前面我们媒体还需要补一些画面。我们是媒体，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还是怎么？我们靠近一点。对，站着一个合照。好，他们在合照的时候呢，同时大家我们应该有一些默契，对不对今天有人要献花是不是？那花赶快拿上来啊！现在在拍照了。那我们请，对，还有仁波切，我们是不是也一起上台呢？不用了好，我们谢谢法王，我们谢谢大家好，所以呢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呢我们除了谢谢法王之外呢，我们还要希望我们希望法王呢能够呢长长久久的帮我们传讲佛法，同时呢能够呢常常来跟我们见面，所以我们要说祈愿法王长久住世，长管法轮。好，我们谢谢法王，我们恭贺法王。好，恭贺法王。好，我们再大声一点好不好？祈愿法王长久住世，长转法轮。再一遍，祈愿法王长久住世，长转法轮。谢谢各位。好，那我们就请大家记得了，1月2号、3号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呢，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义工，或者是我这边告诉大家，你如果说1月2号、3号的这个活动你要去做捷运的话呢，那你可以搭文湖线，在这个松湖站2号出口走过去，对面就是这个南湖高中了。